開創新時代嘅明太祖朱元璋最後成功推翻元朝，開創新朝，同佢得到大班人才幫助有莫大關係。當中有太祖識於微時嘅徐達、湯和，有起義初期加入嘅御史劉基、李善長及宋濂等，佢哋攜手協力，先後攻下盧牌寨、定遠、徐州等地。後來朱元璋得到一位叫做朱升嘅士人出謀獻策，以高築牆、廣積糧、換稱王嘅戰略鞏固實力，正待稱王時機。喺眾多人才幫助之下，朱元璋逐漸統一南方，削平起義群雄。佢終於等到適當時機，公元1368年喺應天稱帝，建立明朝。冇幾耐，明太祖發布北伐檄文，準備同元政府決一死戰。檄文入面，太祖義正辭嚴提醒百姓，與號令嚴肅，無秋毫之犯。歸我者永安於中華，背我者自竄於塞外。喺嚴格嘅軍紀之下，明軍好快就攻破元朝嘅首都大都。明太祖經過16年努力，終於推翻元朝。明太祖由一個平民百姓，憑住個人才能當上95之尊，開創出一個新時代，確實得來不易。太祖深深體會到平民百姓之苦，得位後重整民生政策，務求改善百姓嘅生活狀況。佢唔單止獎勵百姓耕種，更加修築水利設施，希望百姓能夠安居樂業，生活穩定。呢份係魚鱗圖冊，係明代用嚟記錄土地資料嘅冊籍。太祖頒行魚鱗圖冊，作為政府徵稅嘅根據，再配合戶口冊籍，就成為一套完善嘅記錄，能夠盡量避免元朝橫徵暴斂嘅弊端。